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到17节、第3章第1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到17节。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天顶的爸。有一句俗语，这华语的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话虽然是俗语话，但是不哩适合用伫即个教会生活，还是讲基督徒的即个教导内底。但是真可惜的，但是咱通常看到的足侪是迄种台语讲的家己台趁北来啦咱时常为着坚持某一寡意见，某一寡咱会坚持某一寡民主的问题，甲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安尼相争袂好势甚至咱讲伫同工的中间还是讲信徒中间还是兄弟姊妹即个兄弟姊妹，咱讲伫教会，还是讲家己厝内底另外一句话，咱咧讲算就讲台仔顶讲三听，台仔骹咧三拼咱袂记这，咱拢是上帝的儿女，咱拢同款属伫一个老爸咱学习主耶稣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敢毋是安尼？洗礼约翰的老爸母撒加利亚甲伊的太太伊丽莎白，因甲年老还阁无囡仔。对因来讲，也是讲对人一个肉体的角度来看，因伫生囝这方面已经是绝望也好，咱亲像早前阿伯拉罕年老共款，甲伊的太太撒拉共款。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呼召。因伫年老的时阵会通生囝，阿伯拉罕生以撒，咱看到即个撒加利亚甲伊的太太生约翰因为当初时有上帝特别的呼召甲使命伫伊的身上。洗礼约翰伊伫旷野为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准备这是上帝的权柄，当然毋是人的作为啦这也提醒咱现代人，就是讲生命的主权是在伫上帝。约翰的出世甲耶稣的降生，这个应允其实是相同的，拢是上帝的旨意。咱来看见天使玛利亚所讲的话，伊讲圣神要临到你的身上，至悬的能力要庇荫你。因为要所生的圣的，要称作上帝的囝。犹古你的亲情伊丽莎白，伫年老的时也怀孕要生查甫的，迄个袂当生囝的已经有身孕6个月因为出自上帝的话，无有一句无带能力的。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35到37节。上帝是生命的老爸，是救恩的来源，这是袂通怀疑的啦耶稣基督也安尼明白来甲伊的军队者讲，既若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拢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甲我的老母。这是马可福音第3章35节。凡是这个实践上帝旨意的人，拢是上帝的儿女，拢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好，咱亲像耶稣基督的教导，伫咱的主祷文的祈祷中间讲，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咱拢是上帝的子民。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保罗安尼劝勉以弗所的信徒，伊讲恁着爱合一啦其中一段经文就是第4节到第6节，伊讲身躯只有一个，
圣神只有一个，好若亲像恁所受掉的是一个愿望，一个主，一个神，一个说，一个上帝，就是众人的爸。这是超越伫众人之上，嘛伫即个众人的中间，嘛住伫咱众人的内面。其实保罗也相款的教士类似的教士也伫即个罗马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拢咧讲到人是一个集体属伫同一个主。保罗并毋是第一个讲到即种概念的人。旧约的先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马列基书也安尼甲咱讲：咱敢毋是同一个爸吗？咱敢毋是上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吗？为什么咱彼此中间无守信？为什么咱藐视上帝甲咱祖先所立的约？上帝是犹太人的老爸，也是外邦人的老爸。上帝是初代信徒的天父，也是现代基督徒的天父。上帝是新约的天父，也是伫旧约所讲的迄个天父。咱拢是伫同一个天父的权柄的下面被建立的，而且做伙起造上帝的殿伫地面上。主祷文讲：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地呢，亲像伫天里。这是起造上帝的圣殿伫地面上一个真重要的原则。所以，当咱每一摆祈祷的时，咱每一摆用主祷文伫同心祈祷的时，请咱会记咧问一句话：我敢是天父的囝？咱合一啦，也袂。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2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马拉基书第2章第10到17节，第3章第1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天上的父。有一句俗语这样子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这个虽然是一般的成语哈，蛮适合在教会生活上面的提醒，也蛮适合来提醒基督徒的这个教导里面。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或许通常会看到的就是有另外一句台湾的成语说，自己杀可以赚内脏哈。台湾话这样说，家己探包来了哈。我们时常为了某一些意见的不同，为了某一些坚持，为了某一些可能是面子的问题，而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相持不下。甚至我们看见在同工之间，在信徒之间，在兄弟姐妹之间，这个兄弟姐妹可以说是教会的兄弟姐妹，也可以说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坚持，然后到最后就演变成说，台上呢要说相爱了哈，可是台下却是彼此就变成阻碍了哈。台湾话说的，大家顶三天啊，大家卡三遍哈。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同属一位天父，我们都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忘记了这样的关系。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年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对他们而言，要生孩子，从这人的角度来看，从肉体的角度来看，这一方面其实对他们来说是绝望了。正如同当初的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也是年老了，99岁、100岁，他们没有办法生孩子。但是呢，因为上帝的恩典与特别的呼召，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生孩子。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撒迦利亚他生了施洗约翰。因为上帝有特别的呼召跟使命给他，让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权柄，不是人的作为，我们非常清楚的。因为在人这个是无法，特别是当时候的医学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现代人说，生命的主权是在于上帝。约翰的出生与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应许其实都是相同的。我们看见经文记载天使跟玛利亚所说的话，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章35到37节。上帝是生命之父，上帝是救恩的来源，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耶稣基督也这样明白的告诫他的跟随者，他说：凡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3章35节。凡是实践上帝旨意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的，都是天父的孩子。正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他接续的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都是上帝的子民。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保罗这样子的劝勉以色列的以弗所的信徒，对不起那就是要他们合而为一。其中有一段经文就是第4节到第6节，保罗这么说，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保罗另外也在罗马书12章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也有相同类似观念的教导。其实保罗并不是第一个使徒谈到这个事情，教导这个事情。在旧约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先知马拉基也这样说道，他说：我们不是同一个父亲吗？我们不是有同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吗？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不守信呢？为什么我们藐视上帝和我们祖先所立的约呢？上帝是犹太人的天父，是外邦人的父。上帝是初代教会信徒的天父，也是现代基督徒的天父。上帝在新约是所有新约信徒的天父，也是旧约所有信徒的天父。我们都是在一个天父的权柄之下被建立，并且一起建造上帝的殿在地面上。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当我们每一次祷告，或是用主祷文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记得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合一了没有？